来继续来看前总统马英九家己开钱，伫咧平面的媒体刊半版的广告，呼吁选民集中选票支持国民党的侯康配。伊日前接受到德国的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专访，讲咧两岸关系会当来信任到习近平，结果咧政坛是引发到大风波。侯友宜强调讲，伊甲马英九的想法无共款。热情的是批评，这马英九的主张甲时代已经过去啊。习近平所讲的九二共识，就是一国两制。外文提讲是会当试看嘛咧，甲中国来沟通，但是一开始就要相信别人，伤危险。集中选票4字真赢梦，前总统马英九今日头一摆伫平面媒体家己开钱刊广告，呼吁支持国民党的侯康配。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是安尼讲的。So you think you can trust him? Well, as far as cross-strait relations, you have to. 在现阶段，跟当年马前总统任内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。马前总统之前的很多的主张以及部分的意见，它是跟我是不一样的。侯友宜赶紧强调，甲马英九的想法无共款。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伫面前表示讲，伫正常人拢谴责习近平的时代，马英九公开讲，伫两岸关系爱相信习近平，已经佩服马英九，讲伊完全无伫假啊。马英九的主张跟时代已经过去了啦，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，九二共识已经被习近平多次公开定调为一个中国原则。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，你说要相信谁？要相信自己的，然后也可以维持我们跟这些盟国的稳定关系哦。我们会开始试着跟中国沟通，这才是对嘛？就台湾自主，两岸和平的。但是没有说一开始要先相信别人的，这个太危险了。拜六就要投票啊！马英九这位恐惊的为已经真紧张的选情，加添难以估计变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